智能手機未出現之前，手機只係用嚟打電話，而呢個品牌革命性咁加入聽歌同影相兩大功能，仲有做到極致，佢就係今日影片嘅主角 Sony Ericsson， 由王力宏代言，慘白色機身嘅 Walkman 手機，到 James Bond 電影入邊出現配備仙氣閃光燈嘅 CyberShot 手機 ，Sony Ericsson 係當年香港年輕人嘅潮流指標。呢個品牌嘅誕生其實係天作之合，一邊嚟自日本擁有頂尖工業設計、相機同音樂技術嘅 Sony， 另一邊係嚟自瑞典掌握住核心通訊技術嘅 Ericsson。Sony 俾咗佢靈魂 ，Ericsson 製造佢筋骨，令 Sony Ericsson 誕生。佢哋唔需要同人鬥平，而賣嘅係手機第一代嘅生活品味。喺 MP3 機仲好貴嘅年代，一部 Walkman 嘅手機就好似你嘅隨身音樂庫，陪住你搭巴士、搭地鐵，聽住當年最新嘅 Cantopop。佢賣嘅唔係聽歌，而係音樂與我同行嘅品牌情感。同樣，一部有200萬像素、有自動對焦、獨立快門掣嘅 CyberShot 手機，影相又靚，拎起手機影相喺嗰個年代可以講係好有型。而極致嘅音樂同影相功能，正正創造出獨一無二嘅價值。但巨頭聯姻嘅故事總有結束嘅一日。當智能手機嘅戰場由功能轉移到生態系統嘅時候，呢段婚姻開始出現裂痕。Sony 越嚟越想將手機完全融入自己龐大嘅娛樂帝國，同 PlayStation、Bravia 電視、File 電腦做一個無縫嘅 Sony Universe。而 Ericsson 嘅業務重心就慢慢回歸到佢更賺錢嘅電訊基礎設施上邊。最終喺2011年 ，Sony 決定買斷所有嘅股權 ，Sony Ericsson 正式分手，變成咗我哋後嚟見到嘅 Sony Mobile。單飛嘅 Sony Mobile 雖然都推出過好多設計出色嘅手機，但喺 Apple 同 Samsung 兩大巨頭建立嘅生態壁壘面前，始終冇辦法重拾當年嘅輝煌。將音樂同攝影玩得出神入化嘅 Sony Ericsson 就正式留咗喺我哋嘅青春歲月入邊。呢個天作之合俾我哋嘅啟示，一個成功嘅品牌，除咗需要有出色嘅產品，更需要喺時代嘅轉捩點上邊揾到屬於自己而又可持續發展嘅道路。多謝收睇，下集再見。